各位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持續收聽提教貴子。嚟咗禮拜四晚後，同你提過嚟關注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要飛到美國去，同川普見面。嗱，最近係川普上任之後，安倍同川普見面嘅提出擺例，做乜嘅叫安接去美國有點出嚟問題，基本的節目地都為佢繞強度嘅係爭取太好。各位觀眾先面，蔡正家、蔡教授，老師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剛才還在私底下跟同事在聊，就是不要說國際的元首，我相信很多美國的州長跟川普在他上任之後見面的次數都沒有安倍這麼多。對，所以首先我想先請教，那這一次他又匆匆飛到美國去找川普，第7次了。背景原因是為什麼？那前面他跟川普見了6次，真的每一次都有他達到他所預設的目標，或是日本因此有獲得什麼國家利益嗎？首先我們從背景來看哈，這一次他匆匆忙忙的一個要急着到美國來去見川普，當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我們都知道說下禮拜二6月12號的一個川金會哈，那個川金會即將舉行，那這一次的一個會讓安倍的一個焦慮感更重，有沒有哈？就是說川普跟那個金正恩的一個見面，那現在呢，在文在寅的一個穿梭之下，原本的一個美朝對話，現在變成一個美朝韓之間的一個對話，川金會變川金代銀啊，對，也就是說川金代銀。那當然，安倍也希望就是川金代銀能夠再帶個安倍，所以呢，他那個日本呢，其實有非常強烈的一個那種焦慮感哈。那剛剛主持人有講到了哈，就是說川普到現在上台不到2年，兩個人見面已經超過7次，然後呢，不要忘了，他們通話也超過了30次哈。那這當中呢，都是由什麼？都是由安倍來主動的哈。那為什麼安倍他這一次會這麼樣一個積極，這麼樣的一個主動？當然就是一個美日同盟，是那個其實是一個日本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那特別是那個安倍呢，他在那個川普上台的之後，第一次的一個訪問的時候，非常成功的轉移他國內的一個弊案，而且呢，把所謂的一個川普跟那個安倍之間的一個見面，甚至呢，川普給他非常高的一個禮遇，給他非常高的一個待遇，而且兩人之間的一個握手長達40秒，而且那個川普說他們兩人有非常強的、非常好的一個化學的一個作用哈，所以呢，安倍的一個第一次跟川普的一個見面成功的一個形塑所謂的一個美日同盟，在川普上來哈，雖然川普捉摸不定，但是呢，他還是認為美日同盟是他一個非常堅強的一個什麼的一個基石，所以非常成功的轉移他國內的一個什麼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焦點。當國內的一個日本的一個人民都在認為，就是說川普上來之後，美日的關係可能會往下掉，但是安倍卻成功的怎麼拉攏了一個川普哈，所以這個是第一次的一個會面，那成功的把他的一個民意支持度轉移他國內的一個那個深有弊案的一個焦點，所以呢，有了第一次的一個經驗之後呢，那當然安倍就什麼就一直在複製。那我們可以看到呢，自從第一次見面之後，既然呢，每一次的一個會面，邊際效應都一直在什麼？是的，邊際效應都一直在遞減。為什麼？因為美國呢，之前呢，之所以需要日本這個美日同盟這個堅強的一個什麼的一個基石，是因為什麼？北韓的一個問題它搞不定。那現在呢，川金會已經什麼？已經確定了。那美朝之間取得對話的一個管道，當然日本就不再是這麼樣的一個重要。但是呢，非常那個什麼。可惜的是什麼？日本過去一直扮演着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什麼美國亞洲再平衡的一個急先鋒。但是呢，現在呢，這個亞洲再平衡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政策退潮了。安倍突然發現只有他一個人沒有喘口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什麼？這個是一個日本現在的一個什麼比較兩難的一個局面。可是日本的兩難，其實我必須這樣講，安倍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努力，其實不是只針對美國。我們把時間往前推，比方說最近的，他在5月24號先到俄羅斯，也跟普亭舉行了會談。那時候會談的重點當然就是在北方四島的這個領土的爭議。那同樣是元首高峰會，那場會談，安倍有獲利嗎？那更早之前，其實在5月初的時候，還有中日韓的這個元首會談，那安倍其實為了這些會談做了很多的努力，但這兩個會談成果，其實要談這個現象哈，我們必須從比較高的一個戰略性的一個角度來去看哈。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日本
因为在安倍2012年上台之后，其实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什么？就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哦，就是对美一边倒的一个外交政策。他一直认为就是什么？要到首尔，要到北京的一个捷径，就是经过华盛顿。我只要美日关系搞好，我跟韩国、我跟中国，甚至我跟俄罗斯的关系就可以搞好哈。这个是他的一个什么一贯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立场。但是呢，在川金会确定的一个之后，整个一个什么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转向之后，日本感到非常的一个什么非常的一个不安，所以呢，其实呢，安倍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其实这个就是牵扯到了一个什么日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移转，从过去的一个对美一边倒，逐渐转向了一个什么跟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因为呢，唯有跟周边国家改善关系，日本才能取得主导权。这个其中过去有一个例子，1972年的时候，当尼克森密访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说日本其实就是围堵中国大陆、围堵共产势力的一个第一线。但是当美国的一个政策悄悄转变之后，日本就急着要跟中国大陆来去建交，所以呢，1972年日本当年9月就跟中国大陆建交。所以呢，当日本发现风向不对之后，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会是什么？会是比美国还快，而且还是什么？而且还是更有弹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美朝之间要进行对话，川金会要确定之后，安倍他说，他可以跟什么？他可以跟北韩来谈建交的问题，是，然后呢，他跟俄罗斯改善关系，他跟中国大陆来去改善。我们都知道说中日关系从过去以来就是什么铁板一块，但是现在呢，安倍急着要来去什么对中国大陆来去释出善意，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什么日本的一个外交政策，从过去的对美一边倒移转到什么？移转到那个就是所谓亚洲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平衡政策，我们必须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必须讲，日本动作的速度真的很快，才对，几乎短短3个月之内，它有这么大的调整。这个是大和民族的一个弹性，它的一个外交政策是富有弹，而且他发现苗头不对，日本这个民族呢，它是跑得比别人还快。老师，就这一点，你刚才讲到，他如果要跟比方说北京或者是韩国维持关系，他原本的做法是要先到华盛顿再绕回来。那我们就讲他最亲近，我们讲首尔好了。其实2月的时候，我们看到安倍自己去参加平昌奥运，我们觉得说，好像日韩关系看起来还不错。那可是我们知道两国之间，包括说慰安妇，对，或是独岛主导的争议，那究竟日韩关系的前景在现在朝鲜半岛关系变和缓的同时，会影响到日韩关系吗？对，当然会影响到日韩关系，因为那个南韩的一个对日本的一个态度，就开始高傲起来了哈。也就是因为说南北韩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缓和，那不再需要所谓美国之前所布局的美日韩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军事战略的一个来去围堵北韩了哈。因为呢，南北韩的一个关系已经转变了哈。那南北韩的关系缓和下来，日本的一个重要性。战略的一个重要性也不再这么样的一个重要，因为不需要再靠日本来去跟北韩来去施压，所以呢，南韩对那个什么日本的一个态度就会比较什么，就会比较强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文在寅上台之后，他积极的来去推动南北韩之间的一个缓和，但是一方面他对日本的一个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我们不要忘了，平昌奥运举办了。那个安倍是去参加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那个南北韩那个就是所谓金正恩跟文在寅会面的时候，他还上了一道独岛菜，有没有哈？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回马枪。对，他还是把什么？他还是把日本当成是一个什么？他周边的一个什么最重要的一个敌人哈？而且不要忘了，这个南北韩之间关系缓和对日本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头痛。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他要跟北韩改善关系，他要跟北韩建交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什么？他两国之间还没有终止战争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如果要跟北韩终止战争的状态，他必须要赔偿，所以这个赔偿金毕竟是非常大的一大笔，这个对日本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头痛，所以这就是日本一直不愿意南北韩关系缓和，一直不愿意川金会的一个促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川金会促成的一个基石。日本除了需要来去抢这个镁光灯之外，他一直在讲说，
对北韩还是必须要什么？还需要必须要来去强化这个施压。而且现在呢，他这一次到华盛顿去，其实很重要。另外目的就是他参加 G7 7大工业国，而且呢，日本是7大工业国当中唯一说什么必须要把北韩无核化放到 G7 的宣言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日本呢其实一直在什么？一直在扮演这种搅局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个也让美国非常非常的一个头痛。所以川金会就更不可能把那个什么日本的一个角色带过来的哈。可是老师，这里我反而在早上他们发表的这个共同宣言里面看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待这一点，就是其实出发之前，安倍讲说很重要，就是希望这个人质问题，他要求他拜托川普总统一定要在见面的时候提出呢。后来川普讲说好，没问题，我一定会如实的把这件事情告诉金正恩。那这算不算是川普此行这个至少目的达到了？其实人质的一个问题啊，哈。一直是什么？一直是美国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哈，因为美国的人质回去了，日本的人质还没有回去。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但是那个什么，北韩一直强调，如果人质的问题要解决，日本必须要终止所谓的一个过去2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钱要不要先赔我战争的状态，然后还有你过去殖民的一些赔偿，你要不要？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人质的一个问题卡在那里。过去我们都知道，解决北韩的一个核武问题有所谓的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呢，常常出现日本的一个意见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都在谈无核化，日本在谈人质问题，所以这个让其他国家呢非常非常的一个头痛。然后这次又来了，那这一次他又谈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人质问题，但是呢，北韩早就已经在人质问题设下了一个前提啊，就是说你必须要对我殖民时期的一个伤害，然后赔偿才能够谈人质的一个问题，才能够谈所谓的美朝关系、日朝关系正常化。这个是一个北韩早就已经什么设下的一个前提，而且呢，北韩早就把所谓的一个跟美国谈的无核化，跟日本的一个人质把它给脱钩，因为这是两个分开来处理。对，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安倍呢这一次是急着把这些问题把它给挂钩，他希望包裹式的来处理，所以这个也是那个什么美日之间的一个同床异梦的，在北韩的一个问题同床异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老师之前提到，他第一次跟这个川普见面的时候，其实在国内确实成功的外交转内销。对。那么经过了6次，这次第7次，究竟日本国内怎么看待这一些他的这个支持率下滑，然后又想要透过外交手段来做弥补的这样的结果，有达成安倍想要的目的了吗？安倍他想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哈，我们必须要先理清哈。第一个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在6月12号的一个川金会，日本能够扮演一个主导，至少有一个参与者的，不要说主导，这参与者的一个角色，不要被边缘化。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不要忘7月。他要去亲自到平壤去访问，然后来去那个跟金正恩见面，达到所谓的一个日朝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目的哈。那这些呢很重要，就是在为什么？就是为9月的他的一个总裁来去铺路，因为安倍呢9月就要进行自民党的一个总裁啊，这一次是他的3连任，而且呢安倍现在国内面临的一个深2个弊案两个弊案，而且这个火烧的越来越大，所以安倍的一个现在国内的一个民意支持度其实已经掉到大概就是30%-40%左右哈，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日本所谓的一个下台的一个深水区，所以呢，日本这个。他们那个自民党的政治人物真的很现实。安倍民意支持度高的时候，他们不会出来挑战。安倍民意支持度低的时候，一大堆人山头就起来了。对，就要开始来去挑战安倍的一个威权。所以现在呢，党内最大的一个他的一个挑战者就是石破茂。石破茂如果错过了这一次的一个机会，下次。4年之后可能就非常非常的一个困难，所以他急着这一次来出来，所以石破茂就成为一个挑战他的一个竞争上的一个对手。所以当然安倍急着在外交上有所收获，因为内政呢，其实坦白来说。那个安倍在那个经济上，其实他的一个表现非常的一个不错哈。日本最近的一个经济哈，其实表现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外交上，如果他真的再次的一个边缘化的话，就会被党内质疑说，安倍上来所坚持的一个对美一边倒的一个政策，其实是失败的。OK， 谢谢老师在上半场的分析。少人在黑捆下，广告之后，持续的惯性。央视社电冲的创建会，除了对日本、对亚洲，还有哪一个其他的洋流，那就广告之后，央视转来。
观眾朋友，國際版轉到討論的現場。老師，那我接着想要請教你，剛剛也提到，其實以往在談這個朝鮮半島的問題的時候，大家都是在六方會談的談判桌上來處理這件事情。那日本也曾經是六方會談的要角之一。可是如今我們看到朝鮮半島發生局勢上這麼大的變化，日本還是依舊如同我們一開始講的，要繞道而行，先到華盛頓才能回來處理我自己國家周邊的這個問題。難道這樣的變化純粹是因為川普上台的關係嗎？我覺得是整個國際大環境的一個改變哈。那當然也有川普個人的一個意志。那我們都可以知道說，過去六方會談日本能夠扮演一個角色，是因為什麼？六方會談是當時呢美國不願意跟北韓直接對話，所以才需要六方會談6個國家共同來處理這樣子的一個問題。那現在呢，美國已經跟北韓已經直接有對話的一個管道。他甚至已經不需要什麼，已經不需要日本的這個角色，甚至他可以說他也不需要中國大陸的這個角色，他現在還需要中國大陸來陪襯，是因為什？是因為要終結什麼？要終戰哦，就當時他是終戰的其中一方，要終結那個朝鮮半島的一個戰爭的一個狀態。那終結朝鮮半島戰爭狀態就是南北韓、中國大陸跟美國嘛，這是四方的一個參戰國，日本也不是參戰國嘛，對不對？所以呢，就是說，那甚至在這個什麼已經我們都知道說這一次的一個川金會。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什麼？雙方先搭線，所以他們說川金會之後可以開很多次，甚至可以開2天。他說邀請他去白宮嘞。對，所以呢，這一次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就是雙方來建立互信的一個基礎。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要終結什麼？那個朝鮮半島的一個戰爭的一個狀態，所以才需要韓國的加入，需要中國大陸的陪襯。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不論要解決無核化的問題，或是要解決所謂的戰爭狀態的問題。其實都不需要日本，所以這個就是日本現在什麼最為難的、最尷尬的一個什麼最尷尬的一個地方。我記得1996年的時候，那個時候那個日本的一個學者叫做船橋洋一，那個時候我們都知道1996年那個時候美日同盟即將換約，是，然後整個國際環境的一個改變，然後大家都認為說啊。冷戰即將結束，美日同盟可能不再需要了，所以那個時候他提出了一個叫做漂流同盟，同盟漂流，也就是說美日同盟呢就已經開始漂流了哈。所以那個時候日本有非常強烈的一個不安全感，促成日本呢急着在跟美國來去換約，來去簽約。那現在的一個情勢又再次的一個改變，所以我看到日本國內的一個聲音已經開始出來了，就是說美日同盟是否會再次漂流，而且這一次的一個漂流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朝鮮半島的一個問題。朝鮮半島緩和下來，那川普不再需要安倍，美國不再需要日本扮演這樣子的一個強硬的一個角色，而且呢，要知道安倍的一個不安全感。除了他自己國內的一個民意的一個支持度，還有需要日本的一個需要國際的這個鎂光燈的探照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麼？安倍2012年上台之後，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志業就是什麼？日本國家正常化，所以修憲解禁什麼集體自衛權，然後那個鬆綁什麼那個武器輸出3原則什麼等等，這些呢，為什麼之前可以做到？就是因為北韓的威脅，北韓的威脅呢，所以美國說，哎，你可以去做，來，然後你需要，我需要。還掉到北海道上空，我需要你前線來去抵抗。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對話了，就不需要這個，而且即將在他9月連任，即將就要進行修憲大業，要修改最重要的憲法第9條。但是現在卻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問題，所以讓安倍覺得他修憲大業可能會因為北韓或是朝鮮半島關係緩和而出現了一個變數，這是他最擔心的。那我這樣子問後。如果接下來在下禮拜2的川金會，確實川普跟金正恩達成了我們原先設定的這一些協議，包括說無核化，然後甚至終止戰爭的狀態，究竟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們現在談是被邊緣化的日本，可能屆時會不會落實變成是日本是真正在這一場會談當中最大的輸家，而且輸的究竟日本的國家利益，還是安倍自己的政治利益？其實安倍現在的一個策略其實非常簡單，其實他也知道就是說。北韓的一個無核化不可能一次川金會就已經達成，是啊，而且呢，他覺得那個什麼川金會，可能要談很多次，而且呢，我們也知道說，
核武的一个问题不是这么快的。你看伊朗就知道了。对，你看伊朗就已经花费了4年，然后呢，北韩的一个核武进程还做得更久，所以呢，你要让北韩解除核武，就至少要10年。那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当中，其实出现非常多的一个变数。那日本的一个现在国内的一个舆论大概都在说，这一次的一个川金会，顶多呢，北韩提出了一个什么，它即将废除核武无核化的一个进程的一个时间表，就是 timetable 给你而已就是一个时间表给你。至于我以后要不要这么做，要看你要不要解禁那个什么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制裁。所以日本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把解禁经济制裁这个紧紧抓住。那北韩呢没有办法来去解禁经济制裁的话，无核化就会受到阻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一直坚持，就是说要美国呢坚持对北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施压，也就是经济制裁，绝对不能松绑。还要叫他讲一讲最大程度的施压，对，绝对不能松绑，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什么，在朝鲜半岛能够介入的一个保命符。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一直要在强调这一点，因为呢，只要你不解禁集体。不解禁对他的一个制裁，金正恩就无利可图，无利可图，他为何需要来去废核？为何需要来去无核化？这个也就是日本一直在打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算盘。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啊，我们假设从老师刚才提到的，长期以来日本对美的依附外交这样的传统底下来看，美国变了，那日本看起来它当然也在调整当中。对，可是从这一次川金会。我们可不可以因此可以推断出，其实日本的对美政策应该要做更大幅度的调整？那日本有意愿或是有在往这个方向前进吗？其实川普上台的时候，那日本其实国内有很多的一个声音，其实就在讲说，川普是非常的难以捉摸，川普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川普是一个什么？川普在选前的时候，甚至还提到了就是要日本交保护费，所以他一直认为就是说，川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经济利益优先，所以美日关系可能会受到了一个波折。那个时候国内其实有很多声音，就希望就是日本能够调整这样外交政策，但是哪知道安倍第一次跟川普见面。双方呢就是什么一拍即合，双方好像相谈甚欢，所以这个声音呢又降下来了。那现在呢，川金会呢整个的一个成型，现在这个声音又开始起来了，就希望就是说那个日本应该要调整这样子的一个外交政策，而且呢，整个朝鲜半岛的一个问题，其实跟日本的一个什么命运。而且利益其实是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说，北韩每次的一个导弹试射都是往日本的方向。对，它不是打南韩，它是打日本。对，所以日本是受到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它必须要调整美国的政策调整，日本的一个调整必须要更有弹性、更快。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我们都知道说，日本跟俄罗斯因为北方四岛的一个问题，所以是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呢，所以安倍这一次愿意来主动来去访问俄罗斯，然后来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中国大陆因为什么历史调岛的一个问题所以双方呢也是问题也是什么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安倍这次愿意什么？你看中日韩他加紧举行然后呢，今年秋天如果他连任总裁，他有可能去访问中国大陆。那明年呢，习近平再来去访问日本，双方关系就正常化。所以他非常想要利用今年的一个什么中日友好条约40周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然后来去打破中日关系的一个困境。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他已经开始积极的来去调整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朝鲜半岛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牵动周边国家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呢，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下。就顺着老师这件事情，接下来川金会究竟对整个东亚局势，甚至包含我们自己在内，会有哪一些潜在的影响？我们特别要关注的面向有哪些？我觉得我们都知道说朝鲜半岛。距离台湾呢其实不远而且朝鲜半岛的一个命运跟我们台湾也是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说甲午战争就是因为那个朝鲜的问题，然后呢那个韩战也是因为什么朝鲜的一个问题，然后把台湾呢纳入了一个美国的一个防御范围当中，所以过去的朝鲜半岛的一个动向跟我们台湾的一个命运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一次的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问题，你说是川金会，其实背后就是谁？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其实就是川习会。或者金正恩为什么去见他见2次？对，所以呢，背后的一个操纵还是什么？还是中国大陆，还在理人之战还在打。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
中国大陆是我们旁边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就威胁最大的一个敌人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当中，双方美中关系怎么样来去走，我觉得这是非常思考的。而且呢，美国很重要，为什么急着把朝鲜半岛问题缓和下来呢？因为呢，朝鲜半岛问题不缓和下来，他没有办法全力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他没有办法全力来去围堵中国大陆，所以这是一个美国的大战略的一个移转。过去呢，川普上来一直在处理什么北韩的一个问题，让中国大陆在南海甚至在印度洋军事一直崛起。那他现在呢，当然就是利用什么无核化的一个问题。其实川普也知道金正恩无核化是在玩假的，但是呢，他为什么愿意跟他玩，就是因为什么？我先把朝鲜半岛问题缓和下来，我好好的来去跟中国大陆来去打贸易战，我好好的来去什么实施我的印太战略，来去围堵中国大陆。这个是美国背后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大战略的一个移转。所以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最近呢？美国对台湾非常的好，通过一个国防授权法，通过什么？这个都是要参加我们的军演。对，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转移嘛。那台湾当然是什么？是围堵印太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